大家好，今日我咧要介紹翻6隻嘅手錶俾大家，咁都幾有特色嘅，而且價錢都相當實惠。咁啊，中意朋友記得就 WhatsApp 呢個 number 啦。如果有咩閒置嘅手錶，當然都歡迎換下錶嘅。咁啊，send 啲相俾我，多取少補嘅。好啦，咁首先介紹第一隻啦，Cartier 嘅 Rondi 嘅，咁呢隻錶就叫做 Rondi Solo， 42mm 錶徑，咁就302型號啊，有簡單嘅設計。英國夠大笨鐘啊！硬白色錶面，羅馬數目字啊，1去到12嘅，咁另外入邊啦13至24，好似有呢個24小時 reference 嘅，咁啊藍鋼嘅大3針啦，日曆開喺3點位嘅，咁啊簡單設計，拋光打磨嘅錶殼，一個經典卡地亞設計，咁啊呢個一粒藍寶石啦，拋光打磨呢個3格嘅鋼帶啊，咁就使用過嘅痕跡啦，咁啊物底設計。一個自動機芯，咁啊有證嘅，2015年啊，18,000蚊，咁啊上手其實都非常之唔錯，咁啊中意大錶嘅朋友，有卡地亞嘅品牌啊，都係18,000蚊，係啦，睇翻啲資訊啦。下一隻 Hermes 嘅，咁啊 Hermes 就手都係出名啊，手錶就麻麻地，不過相當之抵啊，咁呢個錶亦都係有多功能嘅。AR8.801啦，咁啊一個好靚嘅藍色嘅錶面啦，咁亦都係非常之有特色嘅。你見個錶殼啊，錶殼雖然圓形啊，不過佢個粒啊做得好特別嘅。咁上面呢個粒就凸起咗嘅，咁下面呢個呼應翻呢就好似攝咗入去嘅，所以成隻錶咗個設計上啊，都個 design language 都非常之好嘅。咁啊藍色錶面，阿拉伯數目字啊，咁啊好似一路落有啲打斜嘅。所以就設計上好靚啊！咁就當然個藍色有2種嘅，咁呢個就一個就放射藍色，咁入邊有個藍色嘅比較深色少少嘅。呢個就3重日曆嘅，咁啊星期同埋月份啦，就有12點位嘅下面啦。咁另外啊，嗰個呢個就日期啊，日期係6點位呢個圈啦。咁當然有個月相啦，就day moon啊。一個就拋光打磨錶殼，43mm 大隻，一個Hermes size咗框啊，咁仲要佢嘅頭底設計啊，咁啊自動舵啊都做得幾好嘅，咁個打磨都幾唔錯，因為始終透底啊，配上一個原裝嘅錶帶啦，咁啊當然呢個原裝個Hermes嗰個接扣啦，都做得幾唔錯，咁呢個有盒有證全套齊嘅，咁啊2021年啦，上手非常之唔錯，中意有特色嘅朋友呢一錶絕對啱你啊，完全係可以帶出個人個性格啦。你見我甩個設計上啊，個殼啊做得非常之靚，19,000蚊，歡迎換下錶嘅。下一隻肖邦嘅，咁啊 LUC 啊，咁呢叫 Mark III 啦，168500啊，一隻就亦都非常之特色嘅手錶嚟嘅。咁當然個面啦，個面就灰色嘅，咁啊深灰配上淺灰啦，3912入上阿拉伯數目字，咁其他立體嘅銀色飾錶啊，咁啊小秒針就做6點位。另外日曆就黑底就8字啊，亦都係6點位嘅。咁其實成隻錶嗰個帶我做得非常之層次感，你見佢就好似一層層啦，最出邊呢一層啊灰色深灰，跟住淺灰，跟住小秒針6點位啊，做到凹咗落去嘅，咁亦都係一啲銀色嘅條字啦。拋光打磨錶殼，咁啊 LUC size咗框啊，咁啊當然係透底設計啊。咁 LUC 個機芯嚟嘅，呢個應該就4.96嘅，咁一個就呢個就自動舵嚟嘅，咁啊呢個 K 金嘅，好似21K 嘅自動舵啦，珍珠舵啦，你見呢度就係啦 LUC 啦，代用嘅錶帶，咁啊原裝啊肖邦嗰個針扣啦，咁啊不鏽鋼嘅，一隻就非常之靚嘅手錶，咁啊灰面亦都係比較少啲嘅，上手俾大家睇下先，咁啊灰色配上藍色嘅錶帶，白色線上手都非常之唔錯，亦都係大隻啫，咁呢個就39mm 嘅，係啦，一隻非常之值得收藏嘅手錶，而且價錢非常之實惠啊！26,000蚊，單錶一隻冇盒冇證嘅。下一隻咁啊Cartier啊，Cartier最近呢1-2年非常之火啦。咁無論係咩形狀嘅手錶，咁啊最貴都有人聽啊，呢 Pasha 亦都係亦都有再出翻啦。咁啊呢個 Pasha 嘅，咁啊大約就2000幾年出嘅，42mm 錶徑，咁啊型號就係2938啦。一個就硬白色錶面，咁啊大日曆配上日夜顯示，咁啊藍鋼嘅針啦，3369用上阿拉伯數目字，咁啊大日曆啊，上時上日曆喺12點位，咁啊有晒 Pasha 特色啦。另外錶面啦，有啲線啦，中間有個正方形嘅咁啊中間呢個扭索飾紋啦，成隻錶個佈局都非常之靚啦。
咁當然一個就拋光打網嘅標圈，咁呢度做到一個好幼嘅標圈就凸起咗嘅。咁呢亦都係 Pasa 設計就係咁樣噶啦。咁啊當然 Pasa 個設計有條鏈啦，護住個框嘅，咁啊黐住咗，咁啊扭出嚟就可以校時間。咁當然一個藍寶石嘅。成隻錶就非常之靚，狀態都好好嘅。咁啊 Pasa 設計啦，呢個錶衣就咁啦，條錶帶都係特別訂做嘅代用嘅錶帶。咁啊物底設計，呢個似係一個就 MC 機芯啦，係啦。咁大家睇一睇啦，呢帶又就2009年嘅，係啦。咁啊一個就原裝嘅接扣啦，一隻大隻啫，中意大隻卡地亞，亦都係圓形嘅，亦都有特色嘅。呢個錶絕對啱你 Pasa 啦，上手先42mm嘅。魅力啊，上手非常之靚啊！就算隻手唔係咁粗都戴到嘅，因為佢嗰個做法係好靚嘅。2009年嘅有證25,000蚊原裝嘅接扣啦。下一隻 G 拍嘅，咁啊 G 拍都係一個高級嘅製錶品牌啊！呢隻就 Vintage 1945系列啦。咁啊 Vintage 1945都出咗好多唔同嘅錶。咁呢隻錶其實就正方形嘅，咁呢個就34啊。呢度反而33嘅，咁甩條甩當然係長啲啦。一個就正方形嘅，咁啊黑色嘅錶面，咁呢都係3重日曆啊。咁啊一阿拉伯數目嘅時錶，中間一個就正方形嘅，就一個就路軌嘅刻度啦，分鐘刻度嚟嘅。嗰個日曆啊，一去到31啦，就一個圓形嘅去表示啊，咁啊正方形仲有一個圓形啊。襯到恰到好處嘅，咁31號用咗紅色啦。咁另外就星期同埋呢個月份啦，就喺呢個12點嘅下面，亦都用紅色表示開咗個窗啦。一隻佈局非常之靚，好經典設計，好有 vintage 味道啊。咁呢啲就隱形嘅就係多個日曆嘅，咁啊3個啦，1、2、3啊，3個隱藏掣。呢度呢個位同埋個日曆嘅拋光打網啦，咁啊物底透底設計嘅，咁呢個機芯亦都好唔錯嘅，咁應該係G拍嗰啲就自家機芯嚟嘅。咁4個粒亦都係非常之有古典嘅特色啦。原裝嘅錶帶，呢個錶帶亦都係好特別啦。呢度係有個弧形嘅，係啦，一個就原裝個G拍個接扣啦。咁啊上手俾大家睇下先，上手當然係完全係靚啦。嗱，冇睇佢個 size 啊，個 size 係34×33啊，其實佢都非常之大隻。因為佢嗰個方形啊，另外呢粒就比較突咗出嚟嘅，所以戴上手等於應該都37、8咁上下，都非常之大隻嘅。咁呢個錶就有卡嘅，26,000蚊，一個就非常之靚嘅手錶啊。G拍亦都係一個就高檔嘅品牌啦，26,000蚊，歡迎換錶。下一隻啊，Cartier 嘅聽 Solo 啊，咁聽當然係卡地亞一個最受歡迎嘅系列，咁亦都係最近亦都係非常之貴啦，亦都市面上好少貨。咁呢隻聽 Solo 嘅，咁啊 XL 啊，最大嘅系列Jumbo size 啊，一個就硬白色錶面，拋光打網嘅錶殼啦，咁啊阿拉伯經典嘅羅馬數目字啦，咁啊日曆去6點位嘅，咁啊藍鋼嘅大心針啦。側邊呢兩個就裝飾嘅啲螺絲就，咁啊物底設計啦，完全有呢個聽嘅特色啦。咁當然呢個就藍寶石啊，一個原裝嘅錶帶，原裝個扣啦，咁呢個錶就有盒有卡嘅，21,000蚊。應該係2014年嘅，咁啊上手就非常之大隻啦，因為係31×40啊。嗱，我覺得呢係大隻，不過有啲人中意大隻朋友呢，有絕對啱你啦。係啦，咁女士就戴我就覺得大啦，男士就應該就啱啦。呢啲錶就其實非常之受歡迎，亦都係好經典，幾十年都不變啦，一個好長青嘅手錶啦。係啦，又睇一睇個 spec 啦，21,000蚊，有盒有卡。呢啲錶而家就升到好貴㗎啦，只會就貴。咁啊，今日6隻手錶介紹完啦，咁啊中意朋友可以 WhatsApp 我阿 Lam 啦，呢個 number 嘅，咁記得就訂閱個頻道啊，喺下面留言支持俾 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嘅，多謝各位。